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3月3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公投投票日晚近，民进党今仔日伫屏东办活动，行政院长苏清昌呛讲，这边的公投是国民党为着要互伊无法度好好做代志。国内今日加6例台北入境，另外泰国宣布讲，对明仔载开始，63个国家地区的民众完整做疫苗入境就免隔离，台湾嘛伫名单内。南投水里一架载17个公仔的小货车，甲一台箱仔车相撞，20个人轻重伤。今年底4项公投案都要投票啊，无共立场的团队拢四假伫咧办宣传演讲。今日民进党就继续伫咧屏东办活动。捌做过屏东县长的行政院长苏清昌，登到屏东就甲在地乡亲斗讲，这边的公投是国民党为着要互伊无法度好好为国家做代志。副总统赖清德嘛表示，公投是关系到台湾未来发展。下去4个不同意，不让国民党乱下去。跨县无同意，行政长苏清昌等故乡主张，全港市的公投拢爱投无同意票。除了水面关系，也批评发出这摆公投是对苏清昌无信任票的国民党，只想要牵制伊甲内阁无法度为国家做代志。无步啊，伊就剩一乱安尼尔嘛，无其他的步啊嘛，也无认同台湾，也袂当甲咱大家斗做伙来互咱好做代志，就安尼乱。这是自30桃园场了后，民进党公投宣讲第1场、2场苏清昌拢亲身到场，第1场总统蔡文也到场争取民众支持。屏东这场换副总统赖清德到场，暗过上台时间安排伫个苏清昌进前10外分，两人无共台。面对这4项公投，苏川两人被国民党列为主要批评对象，赖清德也为两人讲话。唔是蔡英文甲苏清昌个人的政治危机啦。蔡英文都第2届啊，苏清昌是跃出岐山，拖老命为台湾咧拍拼。这4个公投案真正牵涉的是台湾的危机。反来猪护早教，反来猪护早教，全民都同意。不过，在另外手头团体向赖清德甲苏清昌发声，要求对公投议题辩论。迄边办的是甲国民党同款的，迄边的人已经甲国民党拢相像啊，所以要支持民进党的理念，请支持反来猪护早教。阮愿意甲苏议长、赖副总统做辩论，这才是公民的价值。手头团体认为，辩论是公民投票过程当中上重要价值，才能让公民有充分自信，决定如何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疫情的情形，国内今日增加6例新冠肺炎带病入境，本土甲死亡的个案拢无再增加。另外，泰国宣布讲，对明仔载开始，63个国家甲地区做过2档疫苗的入境因泰国就毋免搁隔离，咱台湾嘛伫这个名单内。目前泰国有认证的疫苗有7种，咱国内即马有咧做的 AZ、莫德纳甲 BNT 因拢有承认，不过咱国产高端疫苗泰国目前也无认证。国内连续6天是加零，指挥中心表示，3日无新增加新冠本土病例，也无死亡的个案。不过有6例是境外移入，分别来自俄罗斯、美国、缅甸、泰国、英国入境。一个调查中，特别注意的是，这6个人内底有1人是突破性感染。那目前看起来也只有第2例啊，它是为突破性感染。那这个个案是在8月初的时候啊，有接种了2剂的 BNT 疫苗。另外，案例16522是对英国返来台湾的20多岁本国籍女性，捌伫8月完成第2剂 BNT 疫苗注射。不过，伊早在6月下旬就捌在英国确诊，指挥中心讲无属有突破性感染。因此，除了案例16518突破性感染，检验 CT 值11以外，其他5例拢在30以上，病毒量较低。随着各国新冠疫苗注射拢真普遍，泰国外交部伫推特来宣布。对于11月初开始，即笔完整注射2剂新冠疫苗旅客会使入境免隔离。符合资格国家甲地区有63个。虽然台湾也进入免隔离的名单中，不过各界有烦恼入境了后是毋是有突破性感染的问题。去任何国家现在都会有风险，只是说不同国家它的流行状况不太一样。前已经有一些
研究显示说，打了疫苗以后，虽然你发病的机会会大幅减少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带病毒的状态。因为你没有发病，你没有症状，但是你带病毒可能1、2天，这1、2天之内，你所接触的人还是会可能被病毒传染到。另外，明年的过年到时阵有估会有真侪民众返来台湾过年，因为由防疫旅馆无够，即阵团出指挥中心正建议10天住伫防疫旅馆，4天是伫厝检疫，并且增加这个采检的次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地上大条，今日透早5点外，伫咧南投水里的新良新桥附近发生一桩严重的车祸。一架载17个公仔要去满地收货车，甲一架箱仔车相撞，有20个人轻重伤。救护车到车祸现场，发现小货车甲箱仔车对撞，货车玻璃碎糊糊落伫涂骹，箱仔车是规个车头摸落去，佮崩裂。南投县水里乡良新桥附近，礼拜日透早5点外发生重大车祸，造成20人轻重伤。龙神桥台21线21.79K 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，分别为一部厢型车跟违规的自小货车超载18人。发生跨越双黄线的一个对撞事故。小货车姓何女驾驶载17名菜地工，为水里要向信义乡山区菜地经台至一线79公里的所在，好亲像因为对向姓黄的驾驶驶的箱仔车跨过双黄线才撞到，双方驾驶拢有骨折的情形。姓何女驾驶佫卡伫驾驶座背顶背动，消防队员赶紧用破坏器材踢开车门协助脱困。17个菜地工甲箱仔车一个乘客受轻伤，南投县消防局出动9台救护车来运送。厢型车的一个驾驶的话，那他在现场看到的是疑似左大腿是骨折。那另外那个采茶车是一位女性驾驶，她也是一样，也是左侧肢体，也是左脚的部分也是疑似有骨折的状况。20人拢无生命危险，其中17人分别送去德山社团病院、南投基督教病院、甲卫福部南投病院治疗。警方表示，双方驾驶酒测达是0，详细原因还佫调查。毋过小货车已经并卡勘摄超载甲改装，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那马夏山区有一阵参观团要去新社遗迹半中路去检查到虎头蜂，而且因为有人下手要甲赶，颠得互虎头蜂是搁较歹。有24个民众互撞到，其中2个人重伤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11、2月啊是虎头蜂上界歹的时阵，但是拄到就爱闪较远的，你若愈较险，就会愈危险。救护车甲一个一个伤者送来旗山病院，有一寡会使家己行路车，有一寡互担架绳塞落，因全部拢是互虎头蜂去叮到。黑尾虎头蜂，秋天就是它最凶的时候。高雄南马溪到沼前户政事务所联合办理新住民教育活动，3一早起到南马社一个新社遗迹参观，无想到往新社楼梯顶面拄到虎头蜂，经消接驳了后，赶紧派人救援。它有许多的阶梯，所以整个队伍是可能拉得比较开。那因为有发现有人被虎头蜂咬到，那这时候在带队的同仁的警觉之下，就全部往下面带。伤者用冰架捂着头壳，看桥顶惊到，因一行39人，有24人互蜂叮到，分别送往旗山甲基大病院。加在大部分的人伤势真轻，治疗了后真紧就离开病院。另外伤势较严重的2个人内底，有一个是负责插队的4、5个科长，因为行伫上后壁，造成头壳互蜂叮几60个。叮了蛮多包，因为目前有些还没有办法去算它有几包，不过目前看起来虽然很多包，不过目前它的生命症状都还蛮稳定的，没有一些急迫性的危险。那我们也在持续的治疗跟观察当中。民政局表示，全力协助伤者有效的处理，不过11个、12个是虎头蜂上界歹的时期。基山病院也提醒，互虎头蜂叮到可能出现喘气喘也是分期在症状，一定要赶紧来离开，用冰架捂伫叮到的所在，然后赶紧就医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昨发生严重的枪击案，代志发生的原因是警方冲入饭店要掠一个姓陈的通缉犯的时阵，嫌犯开枪攻击，警方开16枪压制。这个姓陈的通缉犯着枪送病院了后死亡。警方表示，10月26的时阵，有4个嫌犯伫咧高雄为了闪查缉，开枪甲警察弹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就是其中一个，但迄阵的4个嫌犯已经全部拢掠着。
31号透早，台南市警保安警察大队全副武装入去台南一间平价饭店，准备来抓人。因为房间内面是单身的枪击要犯，但是嫌犯看到警方坐上门，并无投降，颠倒是开枪来还击。警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我家方向！但是嫌犯遭受到警方连开16枪倒落，警方马上是通报救护人员到场来实施紧急的救护，再送台南市新台病院来急救。院方是宣告不治，现场因查到改造枪击1支，枪支14粒，毒品等证物。发现歹徒马上起身，他拿着枪，拿着武器，朝着自己的太阳穴击发了2发，可是都没有顺利的击发，还是没有听令警方这个放下武器的这个指令。还将枪口指向我们的远警啊，因此我们在场的远警啊，依这个警械使用条例来使用枪械。对此，高雄警方是强调，但是嫌犯伫本个月26号，探到公山分局员警伫高雄三民区查缉另外一名通缉犯的时阵，开枪来打伤查缉的员警。后续高雄警方马上是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查，经过济日的追查，锁定单嫌嫌犯秘伫台南，31号透早马上来抓人。开枪者的那个落脚点以后在今天凌晨展开攻坚，那很顺利将这个开枪者陈姓嫌犯反击的时候，被我们警察同仁来加以射击。本案警方是陆续抓到李姓、林姓的嫌犯，加上单姓的嫌犯启用大事，4名嫌犯到现在全部抓到。后续警方嘛将会深入调查枪击的来源。记者郑群、陈焕武、陈显坤，高雄台南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亿4千多万人染过新冠肺炎。美国是全世界死亡病例上高的国家，不过所有关是有侪美国人无愿意注射。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今日就带头注莫德纳的第3弹来加强，呼吁民众会当赶紧注射。趟西装外套看医护人员咧准备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又倒手硬，伫北京接受莫德纳疫苗第3剂加强针，疫苗接种完，贺锦丽就开嘴讲话。I got the booster shot,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do the same when you are eligible. 带头示范鼓励大家这样做，贺锦丽佫强调，染疫送就要交互病房重症患者或者是过身的患者，超过90%拢无注疫苗。法新社报道，美国是全球 COVID-19 死亡病例上侪国家，依然有真侪美国人拒绝注疫苗。全美国完整注射率只有58%，佮即马有超过74.5万的美国人过身。社区民众接受核酸检测，大众运输车站加强清消。中国30增加48例本土案例，其中黑龙江省19例，内蒙古省19例，加甘肃省9例上市。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指出，黑龙江乌河疫情自27以来拖个真紧，按过近期一调甲病毒数的结果，应该甲最近内蒙、甘肃的本土疫情无关系，是新的境外数字所引起的疫情。另外，伫克里米亚首都有真侪车伫检查站头前咧等，无做疫苗证明，或者是过去6个月为新冠康复的证明都无法度进出。会安尼做是因为克里米亚感染人数继续创新高。另外是11月7日开始，俄罗斯有1礼拜假期，有了有真侪人会入来。Отлично. Почему?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. Мы сами врачи. 克里米亚疫情严重，乌海西边的罗马尼亚还有波兰等东欧国家最近疫情也咧升悬。WHO 分析主因甲当地民众普遍无信任政府，致使注射率偏低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开70亿起12档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日正式开幕。总统蔡英文、文化部长李永德甲市长陈其迈拢做伙参加仪式。我们的民主自由是创作的沃土，一个好的表演舞台，则是培育人才的养分。现在拥有5000人场馆规模的高流，让更多的年轻的表演者可以在这里站稳脚步，向国际舞台迈进。
文化部长李英德致辞的时阵宣布讲，明年的金曲奖会选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。不过，顶日这个中心则因为招商的进度去互议员质疑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中心的董事长表示，招商因为疫情有受到影响，不过第一期要是剩未少厂商来参加，未来也有极大的发展。新北的冰溪上界出名的就是天顶甲铁枝路，当年拢会请超过700万的游客来这佚佗。这发展观光进程是台湾矿业上界重要的区域。分析运土团的冰溪铁道线嘛已经超过100吨啊，所以文化部就专工办展览，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冰溪的乌金岁月。对囡仔来讲，是上大的5万了。地方的老人甲退休做炭坑的人演出行动剧，早期靠人工来搬土炭、坐火车去做事。挖开就是条地方挖出来铁路，冰溪铁道沿线村庄是台湾重要炭坑文化地景。刚好完工100周年，文化部提出铁道100年甲炭坑文化特点，希望已经封起来炭坑的遗迹，用重现较早拖拖大车形成的情形。平溪铁道，它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平溪地带啊，这个煤矿业的这个发展，它的兴盛和衰微的历史。这同时，它也承载了我们煤矿从业者。或者在地平溪附近民众，他们过去满满的记忆。冰溪铁道因讲是台湾矿业的生命线，3代拢做炭坑的退休工人高文路，即阵甲查某囝想要行入过去炭坑遗址，记录带地人捌打拼过一世人的所在。伊真骄傲表示，矿业甲台湾的经济兴起来，若是无这做炭坑的人，就无这个经济转型的机会。矿工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打洞最专长，所以要把这条路挖出来。过去人会讲说。台湾的奇迹是台积电，我觉得不是。再往前推，如果没有我们的煤矿的矿业，把台湾从农业脱贫以后走入了重工业，那么台积电可能没有办法成功。这较早做炭坑的人，承载着台湾文化历史，甲台湾机器发展兴起来。不过，挖土炭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。新北市矿业退休人员交流协会向政府来呼吁，过去政策无照顾这退休做炭坑的人，希望未来会使比较老农的津贴，也是予伊相关的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屏东东港迎王平安祭典，上尾一个仪式送王将半暝举办。是王船这个传统仪式，代表甲瘟疫甲煞气总送走，卖当安达疫情时代民众惊吓的心。看到锣鼓声，王船红慢慢驶入来定海公园，准备东港迎王祭典，最后嘛是上精彩的仪式送王。虽然已经是半暝2-3点，但规个海边客满庙的桥板，还佫有来观礼游客。感谢他这个来帮地方巡守啊，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走。然后降福给一些，等于是说这3年来累积有功的这个人家。炮声响起，王船闪出阵阵的火光。31号是迎王祭典的最后一天，众人来到海边，要将这只真大只的王船点好倒，互这摆海还顺手的大千岁带伊的兵马坐王船登去天庭，嘛代表带走当地瘟疫甲煞气。送王的时候，等于说，如果大家都回头，基本上是舍不得天色也走。是。那如果他又再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办仪式祭典。迎王祭典这几冬已经变成当地观光盛事。王船烧起来了后，虽然桥板甲当地人拢照礼俗，点点离开，唔敢回头，但依然有真侪游客留落来记录这难得的画面。总共8天7暝的祭典，31号天尾更顺利结束。当地人嘛希望透过盛大的除瘟气刷仪式，会使互疫情下的台湾一点安慰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屏东报道。嘉义新港有一个戏班主角团，用非洲鼓来表演，甲教学已经10多冬啊。唔那安尼，因阁用非洲鼓甲台语歌夹做伙创作，听起来是有影特殊，咱做伙来看。流利鼓声加上台语歌词，互人想袂到的组合，所有无意中的效果。来自嘉义的戏班主角团创团10多冬，一开始以表演为主。团长江贵峰去非洲进修了后，开始加入创作，而且得用家己熟悉的语言。你伫庄脚吼，你伫庙埕咧表演吼，其实阿公阿嬷无你管你舞跳偌好啦。因就感觉讲这物件就是那高山你人咧，你是要安怎，互大家感觉讲你的物件是甲因有关系，因听有诶，因感动诶。
阮一出门，其实听的，其实伫咱遮讲台语的听，你平常时接触台语比国语较济。用台语唱出生活打拼的奋斗过程，希望民众真正听有非洲鼓音乐。江贵宏也发现台湾原住民文化参非洲文化一部分真相像，也利用假日去阿里山搭帮国小甲学生拍鼓。老师的做法就是说，他把这个节奏交给小朋友，然后呢，我这边会思考有哪些歌曲是可以来融合，跟他比较搭嘎的，我们就把那个周族的歌谣配上去，有可能是古谣，也有可能是儿歌。教非洲鼓，不过无教非洲歌。江贵宏希望传承的是音乐的技巧，让囡仔未来有机会会当自由发挥，就亲像伊的创作路同款，用非洲鼓唱出家己的开口。记者杨淑静、林秀凯采访报道。嘉义市有100年历史的东市场，即马有地方创新团队伫咧市场内底办展览，除了要互人了解传统市场的过去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关心传统市场的未来。艺术家伫猪肉摊用舞蹈的方式来表示切猪肉的过程，边仔阁有市场档的改变甲运用。伫嘉义市东市场内底创新设计团队，伫菜市仔内底展出因对菜市仔未来的想法。你走进来之后，再更加仔细的观察，你其实会发现很多东市场很有趣跟很美好的地方。有机会借由这个展览坐下来，然后好好的对话，去想象说，哦，我们的传统市场其实可以很不一样。这个展出拢是地方创新计划团队半当来试验甲调查的成果。因除了希望传统市场，互大家有新的感觉，嘛希望少年朋友愿意入来了解菜市仔。希望说，因为这个活动，让更多的人愿意进来看到我们东市场。我们市场有一阵子蛮没落的，然后很多年轻人不愿接手，所以有一些摊位就已经变成收掉了。那我们政府的法规面，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可以来跟上，或怎么样可以有机会可以让东市场变得更好。这个展览当中，包括历史、艺术甲文化的内容。计划团队讲，透过少年人甲市场档案的交流，希望会当传承东市场100年的精神，嘛互传统的市场空间会当有新的使用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明仔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，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，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，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。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。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比，晚安，再会。